在个新闻要来关心咱的健康。依照医学中心上新的统计，2004年大人这个过敏的这个发生率是6.4%，2017年一个手升悬到12.5%，加差不多1倍。讲过敏主要的物件是有壳的海产。患者坐一排伫路口等看诊，大部分拢是幼囡仔，家长拢真感慨，出急诊所袂输是伫咧行走卡。比如说淀粉类的东西不能吃太多，那个会诱发它过敏。那天气气候如果太湿、太热的时候，它有时候会有异位性皮肤炎。温度和空气品质若改变，人就会变啊真敏感。虽然因为疫情，国际研究的相关数据，可能当对照到2017年，不过依照医学中心统计，大人过敏事件率，为2004年的6.4%到2017年已经增加到12.5%，未来恐惊会更加多。而且过敏源儿童、青少年和大人的大部分都是挂壳的海产。不过，医师发现，亲像土豆和果仁类的过敏源，最近在儿童族群有变质趋势。花生的过敏，像在美国很多，所以而且很严重。所以他们的食物常会标示有没有含这个花生。台湾以前对花生过敏的不多坚果类也没那么多，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了。是有些跟使用抗生素有关啊，使用抗生素越多，那传染性疾病越少，那过敏性疾病就越来越多哈。医师讲，环境的变化，亲像极端气候、空气污染，拢可能致使身体对外界刺激敏感。食药署嘛发现，国内规定的包装食品，这一种过敏源需要写伫咧商品的包装。最近3年无合格率却超过1成。医师提醒，若产品标示无老实，对特定食物过敏的人无了解，就可以无细力吃落去，而且严重，佫真有可能会致使休克。过敏族群的人变多，日常食食天气变化，拢爱加特别注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